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8月3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，我是张曼婷。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昨半暝高雄凤山发生车祸，交在车顶的婴仔人平安，不过甲安全椅仔倒伫咧驾驶边的位是违法的。台中台里一间国小有特教生，互人指控长期甲人霸凌，校方经过调查了后，是认为霸凌无成立。但那是风台扫过，台南麻大文旦损失超过8成，也今年全国的文旦产量减少，计销可能会起到3成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一件车祸的消息。昨半暝伫咧高雄凤山有一个查甫人驶车去弄到边仔的车，结果规台车变去，坐伫咧安全椅仔顶悬的婴仔就摔落来，掉伫咧车门的旁。加载尾也是有顺利救出来，不过甲婴仔的汽车安全椅仔倒伫咧驾驶边仔位是违法的，相当会当罚到3000块。日到半暝要返点，普色的轿车哪驶哪大动。向几只车向正边弄过去，直接弄到停伫路边的另外一只车，伊也压到一只汽车，造成女技师脚甲手挫伤。了后，这只弄到人的轿车直接并车，规只车坍直，车顶的婴仔落出来，卡伫门旁，实在是真恐怖。我们赶快掀车子，另外一个人把他抱出来，就差这样子而已。哦，你看这个缝多小，有可能再下来一点，那个小孩就没命。你头在这里。看到民众做伙刷车，赶紧把6个月的查甫婴仔救出来，加在干那小可挫伤。赛车的姓陈的男性酒测值是0，好亲像是戆神，无注意头前的状况，弄到路边违规停的车。虽然查甫婴仔坐伫安全座椅顶面，算是放伫副驾驶座。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安全椅者，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。按照规定，囡仔安全座椅袂当放伫头前，真侪家长拢真配合。他们应该首先是怕小孩子哭啦，可是因为就还是安全性问题，宁愿让小孩哭，也不要就是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在那边后悔啊。警方也查到姓陈的男性是地中地检署发布的早期通缉犯，甲伊解散归案。查某囝是交予社会局的社工评估后续安大的代志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台中台里有一间国小，有家长出面指控，讲包括家己的囡仔在内，有几啊位学生甲老师，拢长期受到一个特教生的霸凌甲攻击。不过校方却是拢结外挂，学校表示有启动调查，不过因为毋是定定发生的代志，所以这霸凌是无成立，会搁积极介入辅导。监视器画面翕到一个学生抓到另外一个囡仔的领，一直扭，一直甲大人出现，才将双方隔开。台中市大理区一间国小有家长查查出面指控，家己囡仔位置控制3年，读5年开始，一直遭到一个特教生霸凌，毋但被虐咧拍，甚至阁受到死亡威胁，真侪师生也遭受攻击，时间有2年，不过学校说是零处理。带刀、带枪打老师，把代课老师踢到厕所。还有欺负我的儿子，全部都是同一个同学。家长批评这次学校通用之下连环暴力，教育体系算是无必惨。学校用保护雇主做理由，无愿意正视特教生的身份，强调已经由外聘委员开2摆校园霸凌防治委员会调查，认定无登记一直反复发生是违法事件，霸凌无成立，而且积极介入辅导。霸凌有一些要件，比如说持续性。那我们有依据相关的法规啊，那我们尊重调查委员的认定，当时是一个偶发事件。我们已经多次建议教育局要建立起特教助理员的人才资料库，让学校快速的可以找到资源来帮助这个班级稳定下来。目前双方家长互相提告，当初学生已经毕业。人本基金会认为，台中市校园辅导机制长期存在特教助理员甲辅导适任的无够问题，互学生事件无法度专业人员马上进班协助，家长无感受辅导机制，感觉过度焦虑。建议教育局爱补足人力，建立特教助理员人才资料库，才避免同款的代志个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郭文哲予人收押到今已经满1年，民众党早起招支持者做回甲声援，黄国昌阁提出4大诉求，呼吁司法就要解决。因若郭文哲的老母甲看守嘛，拢有到现场去参加活动。警方
现场公布违反集会游行法，带头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随向警方抗议，这个是安怎因袂当行人行道。废除七二法，赖清德执政。将民众党主席郭文地涉入经发声案，由原的羁押。民众党选伫党中央甲郭文地徛假和超速1周年的今仔日，透早就民众举办司法改革、公民走脱的活动。郭文地老母何水英甲太太陈培琪也拢有来。当然是我来嘛有艰苦的所在，当然嘛有啦，不过我嘛袂使黑白讲话的。搜索完之后，连现在。把我先生羁押了1年，连金华城到底违了哪一条法条，到现在都还在厘清法条当中。我们今天来司法改革的总督，我想是要唤醒台湾人对我们过去的司法的争议。民众党举办走脱，声援防羁押的郭文地，黄国昌发表行动宣言，来提出4大司法改革的诉求，包含强化侦查唔公开，防止滥散用权力甲人羁押，提升检察体系独立性等等。不过活动也强强发生状况，黄国昌伫述的时，现场出现一位民众穿蓝色的衫举牌抗议，支持者也甲伊赶走。看板还我！看板还我！支持者甲警方对峙，现场的气氛真紧张。黄国昌带民众大写话“兴我路权”，伫违章附近烧 A 烧杀，警方也伫透早9点38分第一届举牌警告。针对民众党预告召开记者会这个死笔录，台北地检署也发出声明回应，讲这个记者会是严重错误引导代志，也提出3点回馈，强调台北地方法院勘验录音录影档案了后，拢是无共的意见。消息的1点钟13分钟是偏进生甲2位律师单独会面的时间，依法是袂当录音甲录影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泰国的总理贝东丹因为进前甲干部这前总理通电话时讲话无妥当，宪法法院29裁定伊违反道德标准，宣布甲解除职务。这贝东丹才上任无到1年就落台，伊嘛成做泰国17年来第5位互人解职的总理。宪法法院9位大法官，25以6票赞成、3票反对，认定39岁总理贝东丹伫甲干部这前总理洪森录写出来电话当中，行为有问题，违反宪法第164条甲第170条。法院宣布贝东丹的总理职务对7月7日停职的时就停止，全体内阁也解散。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ของผู้ถูกร้องที่ขอความเห็นใจจากสมเด็จฮุนเซนจึงไม่ใช่เทคนิค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ตามที่ผู้ถูกร้องกล่าวอ้างแต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หน้าที่โดยขาดความรอบคอบและระมัดระวัง。面对判决，贝东丹马上召开记者会，表示尊重司法的决定。不过，伊也强调家己无私人的利益，并且呼吁全国团结，避免国家又搁乱糟糟。สิ่งที่สำคัญที่สุดที่ดิฉันยึดมั่นเสมอนั่นก็คือ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พี่น้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ม่ว่าจะเป็นทหารเป็นพลเรือนดิฉันตั้งใจจริงๆนะคะด้วยจิตใจที่มุ่งมั่นว่าจะทำอย่างไรเพื่อรักษาชีวิตเขาเหล่านั้นไว้ให้ได้นะคะคลิปนี้ก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贝东丹正做最近几年第5位互法院律调的泰国总理，也是第2位互律调官职的女总理。前一位互律调的女总理就是贝东丹的阿哥英拉。塔克辛家族过去20年以来，强要甲规个泰国政坛的发展拉条条。对塔克辛本人到小妹英拉，搁再到查囝贝东丹，虽然因为无共的原因封关落台，但是塔克辛家族将其买通靠真大阵的选民基础东山再起。不过伫宪法法院外口的市场，真侪党支持判决，认为这是正确决定。ควรค่ะพี่ควรที่จะปลดควรที่จะปลดต้องนานแล้วจริงๆ学者提醒司法搁再介入民选政府，代表泰国民主制度真无在。贝东丹防律调了后，由副总理普谈代理职务。泰国政局又搁变甲无稳定，未来国会敢会当选出新的领导人，犹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。公司新闻第一人郑建功评语。丹那西洪台扫过，带来满大的文旦损失超过8成。农粮署表示，今年全国的文旦产量减少，这价格有可能会起2成到3成。因为满大农会是表示，已经有吸收成本来维持文旦的价销。摆伫担卖满大文旦看起来真大粒，甲咱就是老庄的会较细粒的印象无啥共款。
这个好像皮比较厚一点啊，我不晓得要摆多久。所以不是你印象中的老长这样子。哎，对，先买一颗试试看就好。对。7月，丹那市风台扫西南沿海，和马岛本蛋落甲真严重，至少检出8成。农会表示，其实有2成会当供应，剩的拢是较大粒的，也希望消费者加支持，加农民斗3工。我们今天有推一些拜拜的大果哈，大粒大宝有愈大粒愈保比这样，它吃起来比较有口感的。它是做咱的一道生菜沙拉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夏天最好的料理。马岛农会有关甲农民收的绩效吸收精差，以持绩效稳定。农粮署是表示，今年因为风台减少产量，按算绩效会起2成到3成。我们今年其实文旦非常的艰辛哈，那今年遇到台风的影响，所以其实它最主要侵袭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台南地区。那所以我们整体的产量大概是减少3成。咱也来自花莲做盘手的业者，起早真侪种文旦的加工品，希望消费者也会当支持花莲的文旦。花莲的交通运输不便，所以每一年花莲的文旦的产量过剩问题也是全国最严重。我们有能力帮花莲文旦做一些加工，来延长它的保存期限。农粮署表示，几粒文旦拢会当使用，除了伊的果子，佮有伊的皮会当加工做清洁用品的原料。然后这届落甲这严重，部分摕来做精油、清洁剂，不过也有真侪敢若会当做有机肥。公司新闻参报道。阿里山全新的观光列车心理号头一摆见光，红色的外观看起来是真温暖，袂输感受到阿里山的日头光。这嘛是头一台有自动门的列车，为9月开始会做测试，预计明年就会当正式营运。全新的心理号第一摆出来，设计包含3大气象，包含蒸汽火车头，也就是火喷车的临体屋，阿里山红配合成公斤的外表。安全性的提悬是历代第一摆有自动门的临体列车，降低乘客误会风险，车厢时间也早到。将自9月1号起启动相关检测及试车作业，预计在115年投入嘉义到阿里山区间本线的营运。心理号是向做作的话，就拿艺术来号名向山林致敬。这摆采买5台机关车甲160的车厢，开超过11亿，未来定位阿里山临体本线各界列车，因为打造成本伤过大，票价也甲即摆列车无同。林铁已经很久没有新的这种全新的列车进来，然后看到它也许多的创新哦，因为像再来它就有电动门，然后还有 LED， 非常惊艳的。那就是他们在创新啊、设计啊，然后会比较偏向于就是日本啊观光列车那种的设计。看准观光列车上机，除了电梯以外，代替这几年推出观光列车，外观纳赔甲油号套票699块起。驶伫华东中国的山南号配合特有的食面，今年上山海丰号是主攻少年客群，票3500起跳，外包好旅行社经营品质好甲环岛之星有无同款一线旅程。唯一西专台环岛之星，请来提供食面5路设施，锁定亲子市场，休团期间每日拢唔会使。假期间，我们5、6日几乎都是全满的状态。那在周1到周4的平日时间也都有8成满。海外的平台也有做一些销售的合作，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海外客群上面来讲，也有逐步在增加当中。来据统计，2024年观光列车收益有1.3亿。伫改制国营公司了后，也继续扩充观光列车车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宜兰的高安那有真侪喷泉，物种是真丰富。不过，这几年来因为外来种入侵，当地生态受到迫害。即摆林业署是按算要把这喷泉规划做保育地，来加强保护在地原生物种。志刚甲鱼网仔爬向出泉，掠内底鱼仔。若准是南洋节仔，就摕来做鱼肥；若准是在地原生种，亲像尖嘴仔，就甲伊放走。林业署甲志刚合作，要来清掉外来种。所以它有这个形状啊，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塞在。除了鱼网仔掠外来种的工具，阁有虾壳。
市场啊等等，这是宜兰三星乡柯拿村当地出庄的主权真丰富，其中柯拿第2出庄地过去是私人的土地，后来农田水利署宜兰管理处改美开，用作生态出庄地。不过最近几年受到南洋节啊、巴西区等等外来种入侵，冲击到当地生物多样性。那这个3个涌泉，在整个南洋平原来讲，这条安农溪12个圈路，它是一个克里涌泉，是一个为栖地。这个为栖地对整个河流的生态多样性，是一个重要的地点。福泉教育联盟认为，柯拿出泉当年水温178度，khiến真济物种直接生态，是安农溪流域重要的生态地，需要保育甲维护。甲外来种列入来了后，未来也希望会当争取甲柯拿第2出泉列入去保育共生地。就我们宜兰分属辖区范围内，总共目前有12案的一个响应。林业署推出的保育共生地奖励概念，是希望土地无保护区的名，却和保育区同款进行保育工课时，兼顾在地生活的模式、智慧甲习惯，较袂互地主无欢喜。目前宜兰分署已经有12案提出申请加入保育共生地，希望有更较侪土地像柯拿出泉同款，打造做国土生态真重要的生态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我来看新竹一间动物园内底有一位照顾员李义春，18年来，伊对园区内狮牛照顾拢是尽心尽力，嘛甲因当作是亲人共款，培养真好的感情，所以大家拢叫伊狮牛爸爸。看到李义春狮牛随行过来，因懵懵咧。伫动物园已经照顾狮牛祖孙啊3代，李义春是狮牛通，狮牛身体安怎？问伊就对啊。有些时候它可能身体不大好，它那边会比较稀啊。可能像拉稀一样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要注意它。其实那时候对犀牛是抱持一种那么大的动物，蛮怕它的了。从怕它，然后开始慢慢跟它接触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可爱。过去做这军人，李义春退伍了，因为真介意动物，就来做动物照顾人员，一做就是18冬。即马对伊来讲，狮牛就那亲像亲人共款，所以当初拢叫伊狮牛爸爸。很多的细节都要去照顾到，然后还要去分隔出来每一只犀牛是谁，然后它需要什么特别的照顾，然后另外像犀牛也会回应它的呼唤，这些很多小地方。我觉得都对这个名称是名副其实的，当自己的小孩一样啦。其实我要讲一个，就是我没有把这边当成我的职业，其实我是把它当我的事业一样。我下班会回家，我放假我都还在看监视器，我的小犀牛怎么样？用心照顾李义春甲狮牛之间培养出互相信任的关系，嘛实现家己对保护动物的梦想。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。以早布袋戏拢是伫庙埕大舞台演出，后来换到电视搬了后，嘛真受到欢迎。有一阵德科的工程师就家己设计剧情，家己搬，推出布袋戏的电影，用全新的方式来呈现武侠走江湖的故事。暗时7点半，台语台《青春咱的梦》，带大家做伙来看，因是安怎为戏迷变作表演者。这间戏厝内底规个是用红棚、土粉麻样花。就是鉴定拍布袋戏的片场，因是一阵新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，日时写程式，暗时拍布袋戏的电影，追求因从细汉到大心内掌中英雄的梦想。为2016年开始，鉴定工作室因一步一步，把布袋戏搬去大荧幕。咱迄个时阵就想讲15周年的时阵做一个较大规模制作的作品，迄个时阵阮就叫《建成盗魔录》，迄个时阵咱做是一个2点外钟的一个电影。迄个哦，对，冲！伫布袋戏科啊已经真出名，不过鉴定的成员要是定期登去母校的社团指导学弟学妹传承经验，希望当减少踏入传统戏剧的难度，互更较侪少年人会当亲近这项文化。冲！其实来遮学非常的多，因会晓的足侪啊。譬如讲翕红仔、抢仔，还是讲红仔的这个帽仔，这拢是因会晓的部分。比对看看塞不塞得下。为大布景、拍片、后制、甲剪接，鉴定的成员拢靠家己学，甲传统的戏班无同。因希望甲专业甲戏迷之间的距离救互我，若坚持，就有完成梦想机会。
阮公司的英文就是将军 Studio， 就是希望讲戏迷交专业之间有一个桥梁，吼，一个将军会当甲戏迷若是有因想要往专业的方向行的时阵，伊会看到阮说，这个人真正做会到。布袋戏是100年的传统，嘛有当代创意，鉴定用因的方式，互掌中戏有全新的生命。日时啊写程式的工程师，暗时啊正做金光戏的创作者，这阵幕后的英雄，伫个布袋戏的世界，扮演出属于因的梦想。记者陈雅纯、梁新维综合报道。新闻的最后，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。北部地区30度到36度，中部地区30度到36度，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，东部地区29度到32度。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。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